你着知耶和华你的上帝，伊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为着听伊、守伊诫命的人，行伊的约甲慈爱，直到千代。三甲来吟圣诗566首，日出日落是主所定，请起立。请三甲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互你带阮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耶岛林内受苦，定时过死，埋葬录音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当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外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12篇，诗篇第40篇。我耐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的陷坑，对土地中甲我砍起来。伊予我徛伫石盘顶，予我的脚步安稳。伊教我吟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侪人看着，就敬畏来信靠上主。这声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无甲拜假神的人做伙。上主我的上帝啊，
你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你为阮安排计划遐尼多，这事甲礼物你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所以我希望我有这声，你对我的指示牢记如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的光时常照伫阮的脚前，引带阮行光明的路。阮有时跋倒，有时忧伤，有时迷路。主，你拢知影；主，你拢安慰，你拢带路，互阮来到安息的溪边，倒伫青翠的草埔。主啊，阮常常亲像婴仔，需要食奶才会饱足。毋过主你讲，阮需要长大成人，爱学习食五谷。阮亲像小朋友，需要老师来陪伴指导。毋过主你讲，阮爱诚做一个老师，诚做一个会当牧养别人、陪伴别人读圣经、祈祷的人。主啊，阮嘛常常看轻家己，看轻你赏赐互阮的才能、恩赐，常常羡慕别人，怨叹家己。求主你使阮信心，好好欣赏家己，因为阮是主手中的宝贝。阮愿意做主的器具，将你的疼透过阮的见证分享出去，互较侪人来认捌你。主啊，阮嘛常常欺骗你，阮常常讲家己爱凭信心来生活，事实上，阮拢是为着满足家己的需要来祈祷，来找找你。求主赦免，求主看顾每一位兄弟。当阮今仔日离开教会时，阮开始会用主的疼来疼别人，来生活，互阮身边每一个人拢因为阮得到福气甲快乐。主啊，阮相信只有你才会当解决阮人生所有的问题。互主，求主互阮，无论拄着啥物风险甲艰难，阮拢无倚靠家己的聪明智慧。完全交托予你，因为你是阮性命的主宰。主啊，旧年的假期已经开始，真侪兄弟外出，无论是出国佚佗，还是转去甲亲人朋友过年，求主拢甲因同在，享受主赏赐的安息假期。阮安尼恳求甲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赞美，请雅音合唱团献诗，因要献的诗歌是《以懊恼的心》。
恭听上帝的话，今仔经文记载伫希伯来书第5章12节到第6章第3节，第6章17节到19节。因为论到时的久，恁着家己做先师，若是要欠命人，将上帝的话遐小学的起头教恁，搁诚做欠命呢，无欠用五谷。凡若食呢的，无老练义的道理，因为伊是婴仔。独独忠诚的人食五谷，因的心窍对练习来练达，教会分别好歹。所以基督道理的初学，咱请放下地，来致伊进步到完全，免搁下地基，就是反悔来脱离遮个死实的所行，甲信上帝，遐个说的礼数以及还手，死人的国话甲永远的审判，遮个教训，上帝若准，阮就要安尼行。安尼，上帝爱要叫我显明伊的旨意，袂逾越，互遐个承接应允的人知，才用咒詛来做证据。要对两项袂逾越的事，上帝所袂话白菜的，互咱有大大的安慰，就是咱已经刀片来擒所下伫头前的愿望。咱为即个愿望，亲像灵魂的鼎，拍伫丈内内，坚固无移煞。讲道，请本堂张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变甲不变。希伯来书的翻译毋是真容易读吼。咱搁一摆我用现代台语的译本吼，2019年才翻译出来台语译本。咱甲这段圣经过来读一摆吼。2021年吼，希伯来书5章第12节，伊讲照讲恁早就应该做老师啦，毋过恁也需要人甲恁教上帝信息的初步，恁也需要食恁，袂当食饭，食恁的拢是婴仔，也袂晓了解是非的道理。大人才食饭，因属灵的心窍有经过实际的操练，才会晓分别好歹。所以，咱毋通停留伫基督初步的道理，就要追求成熟。无过再简单脱离死的行为，甲信上帝、洁净礼、甲还手礼、死人的国话、甲永远的审判等的教示，伫咧拍基础。上帝若准，咱要安尼做。希伯来书的作者甲伊的读者这段圣经甲伊讲到几个信息，伊感觉伊的对象，即个读者，即个基督徒，伫教会对真理应该读圣经应该真熟啊。所以照讲已经是真成熟会晓判断是非，判断好歹。所以这段时间伊有一点指责。论到恁伫教会时间的这个长短来讲，恁对判断对义的道理。对上帝安怎看公义，安怎看罪恶等等遮的，应该是真老练啊。总是恁还未长大成熟，所以爱阁继续操练互恁会通有好的判断。伫咧人生的中间，知影什么是好，什么是歹总是爱知影耶稣基督是咱不变唯一的地基，伊是咱的标准，所以。希伯来书6章的第6章第1节、第2节、第3节，作者讲，基督徒莫浪费时间伫迄个真细无答案的迄个讨论观点。譬如讲，咱有人会伫遐讲到底洗礼是浸礼较有效，还是用滴水礼较有效？到底着爱安怎还手？安怎讲着死人国话，伊的形体到底会变做甚物款？是讲将来上帝永远的审判，迄个情形到底是甚物款？这恁拢也无法度通知影。你若无迄个必要去讨论这
找无答案的这代志。较重要就是定君伫耶稣基督也来中代成人。第二段的17到19节佫一个现代台语译本的圣经是安尼讲。伊讲上帝爱遐承接应允的人较实在，承接应允就是承接上帝的 promise， 上帝应允，上帝有答应讲，即相信伊、跟对伊的人，伊要互因较实在影讲，我对恁的听，对恁的计划，永远袂改变。伊毋若干那安尼讲尔，伊甚至咱知影人吼，若较慎重，就讲我咒诅互你听。我咒诅，我讲即句话绝对是真实的，我绝对袂改变。我甲你签即个约袂改变，我咒诅。所以上帝为着要互咱确实知影，伊的计划，伊的听，伊的人民，伊通过耶稣基督救赎，永远袂改变。所以伊用家己的名啦，无比上帝搁较大。咱咧咒诅讲，我指上帝来咒诅，所以上帝无比搁较大，所以伊用家己来咒诅来保证。我甲恁讲的这的确会实现，所以希伯来书讲，所以伊的应允甲伊的咒诅，伊是信实的上帝，这两项拢袂改变。恁爱确信，这个是不变的，伊袂讲白贼。互咱这刀片去求伊保护，咱刀片死亡，刀片审判，去求上帝保护人，会通得到真大的激励，真大的确信，通持守迄个头前的愿望。今日做基督徒，咱上大的确信是，遐个咱今仔日也领受袂到，是凭信心去接受的。所以19节讲，咱有一个愿望，咱已经将咱国外活命、永远的活命，亲像性命，单话讲定，中文讲矛啦吼，船的矛，趴伫圣所定位内，是真安全、真可靠。你将你的人生这个目标。我已经把我生命的锚定根伫耶稣基督迄个救赎的内底，所以我就会通真有确信来跑走我人生的道路。这是现代台语译本的，所以咱这段简单来甲分析的。上帝愿望所有伊的囝儿，承接伊应允的人，会通确实知影，伊听。伊的人民、伊的赦免、伊的救赎，永远袂改变，甚至伊用家己的名来咒诅互伊所创造的人来听。创造主咒诅互被造者确实知，所以伊的计划甲咒诅这两项永远袂改变。这是诚做咱这伫迄个变化多端的人生的中间，一个上大的安稳，一个生命的锚。伫耶稣基督这稳固的基础的观点，永远都袂摇动。这是这段圣经所予咱的保证，但真宝贵的应允。所以今日我用变甲不变来做咱学习这个上帝真理的题目，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我用俄罗的心进入你的殿里来感谢俄罗你。伫阮过去的人生的中间，有真侪变化。到今仔日，阮也会通甲众兄弟姊妹，不管是伫实体伫遮做礼拜，也是伫用网络伫家己的家庭伫遐来敬拜主，祝愿领受到你最的疼痛。特别今仔日台湾的社会充满了过年的气氛。阮真感谢对年头甲年尾，你拢用稳定的油滴伫阮所经过的路站。虽然明仔载也未啉到，嘛毋知迄个明仔载阮会拄到什么代志。总是像是诗歌所讲，阮确实知影是你咧掌管迄个明仔载，因为你是早得的，现在得的，将来永远也会得的上帝。当阮有限的人生过了后，因为阮活命的这个定已经寄托，已经迄伫主耶稣基督救赎稳定的观点，所以阮就确信无疑义来跑走阮人生的道路，到要去领受迄个你为着阮备办
永未败坏的冕旒，凡往所在标来跑走，迄个标，迄个目标是确定的。也求你加添我的信心，来向前迈进，来得到你的欢喜，也互我的人生会通为即时刷到永世代。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我想咱最近上大整个伫我的至少伫我的人生中间，无去感受到捌有一个美国的总统，也未选举前到今仔日，引起全世界伫遐咧注目。大家拢咧想讲，伊伫竞选的中间所讲的话，伊过去所讲的这些代志，到底会对整个的世界引起什么款的变化？乌俄战争会因为伊的当选会结束未？以色列的战争，能源的问题，中国的威胁，是甚至伊要用关税，对伫整个世界经济会有甚么款的变化？我想这个是大家真注意讲，这个人会带来一寡变化，咱来准备。所以我就真注意去听伊的就职的演讲。伊大概这个人真有自信，讲话真有时真夸口啦吼。伊讲美国黄金的时代为即马开始，过去的不管因200几年的中间，伊毋茫伊在任的这4年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始。然后伊讲我要做一寡代志，又讲到要驱逐非法移民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这些代志吼。伊讲过落去，我签的每一个行政命令，我的政策有一个不变的核心，就是一直用美国优先做伊施政的一个上重要目标。我不管甲倒一国卡关税，就是为了美国利益。我不管做什么代志，派兵去倒位等等，美国优先，这个是我施政不变的核心。总是出去的，可能我会有一寡行动，譬如讲，伊已经宣布边界这个全国紧急状况。伊已经签讲，我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我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种已经这几天已经完成啊。伊要对这个格陵兰，还是讲巴拿马，要得到一个控制权。我要启动一个叫做 Common Sense 的革命。咱看，咱讲，伊讲，望将来伊历史的定位是一个和平的缔造者。团结者啦吼，我感觉美国选到这个人，煞变做足分裂，伊要安怎做团结者吼？这实在是唔知影。所以伊家己自我的启示，将来就是伊的政策是安尼来进行。所以伊强势回归到底，对咱的生活，特别台湾的安全是咱上看入，到底带来什么变化？咱目前也无人知影。我对于这个尝试革命，我就感觉真趣味。什么叫做要启动一个 common sense 尝试革命？我去 Google 甲查讲，原来是一个加拿大的政治人物，伊要选省长的时阵，伊就讲我将来施政是用普通真简单一般人的常识做原则，莫伤复杂来体制方面做甲伤复杂去。我来重建社会秩序，所以伊咧讲这句话，尝试革命哦。对川普来讲吼，伊是讲，互政府倒转来到咱一般的人，你莫甲想甲遮复杂。我知影咱伫美国生活的人，一寡伫亚洲人要申请常春藤大学有名额限制。伊感觉咱来保护一寡较弱势、黑人也是其他，所以偏伫学术水准也是各方面平，一寡人就被区分出来。所以伫美国政府伫即个最近的左派、即自由派中间，变做讲你即个单位一定爱偌侪是女性，偌侪是即个迄个性格较特别的，所以伊要甲
千几个这 DEI 吼，这种逐个单位啊、消防队，你爱有几个种族的平等等等，伊要甲遮个废除。伊讲将来美国的官方敢若认定讲啊，上帝创造一个查甫，两个性别无足侪种啊，你也免考虑遐尼多。啊，伫即个真即个复杂的政治内底，互伊简单化。伊咧讲即句话的时候，我想着吼，你知影以前柯文哲伊讲吼，政治不难啊，找回良心而已啦。这真讽刺咧。是啦，政治无困难，你若真正往迄个良心找回初衷，总是伊的初衷都失去啊，都变做足复杂去啊。所以，这个川普来，伊的施政有伊的核心价值，然后会做一寡变化，一定对世界局势啦、经济啦、能源啦、气候啦，一定会有变化。我想，这个就是咱的经验。咱的人生的经验，世界局势的经验，伫咱们到这4年半中间发生真侪代志，特别疫情啦吼，咱也拄着最近地震也真多，我拄着枪击案的代志。咱这4年中间，一寡人失去至亲的人，大家做伙流目屎，有欢喜的事，不管这个代志什么款，咱拢会感受到。所谓生命的无常，吼，明仔载发生什么代志，你拢唔知影。顶礼拜互咱上着惊着迄个华航的董事长，今仔日讲我小感冒，伊讲起来嘛毋是真侪岁，70几岁，明仔载就心肌梗塞，随时，咱拢随时爱准备肉体死亡迄个时刻，咱嘛唔知影当时咧选举的时候，咱讲咱唔通互执政党完全执政，伤骄傲，咱爱有第三势力来甲伊制衡。所以咱唔知影讲后来代志变化变做安尼啊，所以今仔日咱上流行就是咧讲啊，过年的时阵，过年了后罢免潮伫台湾咧引起什么款的扰乱。咱阁无偌久要欢迎一个新的牧师来到咱的中间。这拢会对咱的生活造成偌大的变化，咱真好去料想得到。总是伫这个变化的中间，上爱确定一项代志，就是咱今日讲，诗人讲独上帝无改变啊。上帝是早伫的现在伫的，你的慈爱，你的公义，你通过耶稣基督要讲你是国我甲活命。你要互阮永远的活命，这是上帝信息的上帝讲的话。我要抓掉这个不变的真理来过我的人生。有一天我目睭开去，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阵，我就是要勇敢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你为我准备迄个荣耀的冕旒。所以事实上，伫咱的人生中间，要有一寡不变的规律，互咱会通遵循。对人的组织来讲，就是法律嘛、宪法。咱就来讲啊，这个人咧毁宪乱政啦吼。是咱咧看咱伫世间咧生活，自然律规律咧古早人毋免有啥物科学知识，伊就知影讲，伫阮的生活中间，太阳为东边为西边落去。逐工爱自由咧运转春夏秋冬会通静坐，会通安尼。咱伫即个规律的中间，本质甲自然的现象，迄个必然的关系。自然律是这个万有引力，咱今仔日才袂拢浮起来。有这规律伫迄个中间，然后伫人的组织内底，咱需要有法律。伫民主的社会，本来设计是司法、立法。行政三权互相协调、互相制衡，所以今仔日在台湾所发生的问题是变做立法权独大，立法是阮立法院咧立法的，所以我立法权要冲入去大法官去影响司法，我要删除预算，互你行政权受到真大的阻碍，变做立法院独大，这都毋是一个正常的法律。袂当定下改变，咱讲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还是
唔是凊彩讲，唔是讲袂当变，总是袂当凊彩咧改变。所以最近川普下一个命令讲，后摆美国毋是属地主义，毋是囡仔到美国生伊就美国籍啊，伊就要甲废掉这，马上22州甲伊抗议讲，你这违反美国的宪法。美国的宪法就是你伫美国的土地生的，就是美国的公民，所以人就开始咧告诉。所以这个宪法毋是未改的，总是不能够轻易去改变。第三项，咱咧像就这苏琴的，因咧大琴迄升降记号，嘛有一个格律咧创造音乐艺术，拢有一个律，互咱会通起来遵循。所以一般来讲，这个规律是持续啊有效，也无凊彩改变。这是人的社会，总是上帝是，咱需要掠条徛在的上帝不变，上帝不变。所以咱讲这是第一因啦吼，基督徒相信上帝是一切宇宙万物的开始。创世纪第一章是第一是空气混沌，上帝为遐来开始，甲分作有特殊、有规律，有各种的即个律，甚至后来伊颁布迄个摩西律法，互人去遵循。上帝是一切的开始，伊嘛是将来人类，也是讲人的历史的结束。无有上帝头的开始，伊是阿尔法，伊是欧米伽，是起头，是煞尾。若无伊开始创造，今仔日无这个世界，无这个历史。若无伊安尼来立理，然后人类历史一天会结束。这个就是第一，是永无改变。我咧读约伯记的时候，发觉讲，真趣味。约伯吼，这个听讲约伯记是圣经内底上早著作完成的，离即摆个几啊千年前啊。约伯讲吼，伊天开百方伫空中的顶面，这甲咱今仔日的这个天文知识都共款，吊伫无有的吊地伫无有面的顶面，地球是悬空的，地球是伫空中的。底下讲看这不过是这个创造的主宰所做小可的代志。有时伊咧对咱讲话，听见的声细到怎样？有时迄个单位讲的声遐大声，大官令的雷，什么人会通测度？神的作为超出咱的这个了解，所以伫圣经内底，特别伫启示录，伊特别讲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是希腊语的第一个字母，甲最后一个字母，我是 A， 我是 Z， 是起头。所以，上帝介绍家讲，我是一切的开始。我嘛是早就伫咧，今仔日伫咧，将来也永远伫咧。就是这个世界已经过去，已经人类历史已经终结的时候，伊永远也搁伫咧，伊是全能的。所以咱对上帝了解有时会局限伫咱家己有限的人生甲空间的限制。伊是时间甲空间的创造者，掌握者。雅各书讲，今仔日世间，上帝养饲咱，通过自然律互咱会通种五谷，会通养饲咱，享受咱即个喘气，享受咱真侪好味，这拢是对被上帝来。这个上帝无变啊，伊对伊所创造的人的疼也无变啊，伊的本质永未改变。所以，上帝若是第一因，人类本身是第二因。第二因就是咱今仔日一切科学，咱受造物，咱对咱的存在开始去观察，然后去归纳，去整理出一套的理论。所以，伫人的这个自然科学内底，地质学去研究，我若学到这个，我知影这是第几年代，离即马超偌久的时间，用天文学用各方面，几百年以前的人，人类拢认为讲太阳是绕着地球在转，所以
后来哥白尼提出一个伊的理论是，其实是地球咧绕着太阳转。所以来观察这块现象，伊提出理论，所以这理论不是最后的真理啦。检查通诠释当时的情形，这是后来人的知识搁扩大、搁了解了后，这理论可以被推翻，第二因可以被推翻。这咱知识就是安尼咧进步。今日咱认为理所当然的，后来也许有一个新的理论会推翻咱即摆所了解。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就是不变的上帝。耶稣伫即个对学生讲，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近背。我愈来愈感觉耶稣讲一句话，迄种的肯定性。咱用咱的角度去了解，伊是啥物道路？伊是啥物道路？伊讲，若无人，若无借着我，你袂当倒转去到创造的天父上帝遐。伊是咱倒转去到创造主唯一的道路。伊讲我是真理，毋是真理咧定义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咧定义真理。真理是放诸四海拢准的，总是咱对真理的了解，还是在摸索中间。伊讲我是活命，特别伫几年中间主持几啊届个别礼拜，我感觉愈来愈感受到这个重要性。你相信我的活命是上帝所想事，耶稣讲，国我甲活命拢在伫我。伊是一个创造的主，伊互我这个活命活伫世间，不管几年，然后伊要互我国我。伊讲我是国我甲活命想事的人，总是咱今仔日伫咱的有限中间，咱也无法度通去了解到完全的真理，嘛无法度通了解到迄个国外活命到底将来是甚物款。所以咱逐个人都讲，你甲我讲真理到底是甚物？到底要安怎去了解真理？今日咱拢亲像瞎子摸象。真理可能一个真大，是咱的有限，咱无法度通全面去了解。所以伫咱的人生中间，检查你对上帝认捌，是讲伊可能是一个验历。我若做毋对，伊就甲我跌，就甲我迄落。伊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但伊是一个全面性的真理，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咱对真理的了解。亲像咱今仔日希伯来书6章讲，咱拢抑个假灵对上帝真理对上帝本质、对救赎稳定、对永远的活命这个代志，咱都抑个安尼，亲像假灵的婴无真认真去甲了解，总是伫咱的人生的经验。年纪的增加，理念中间，我相信咱对上帝的了解，甲把握会有所变化。6章遐甲咱讲，上帝若佫留咱活命，上帝若准，我要对迄个对上帝真粗浅的了解中间，尽我的气力，进一步佫较去把握着上帝听。伊的阻碍，伊对我生命的要求，伊互我生命的意义，我爱佫较认真去追求出来。所以，我毋知我以前无咧甲注意这，总是后来我咧讲，上帝是时间的主宰。我咧读诗篇89篇，你讲我要学了唱我学了耶和华的主爱到永远。以前我无感觉啦，人哪有可能到永远？我伫世间对90年、100年上侪，我要学了耶和华主来到永远。你若无永远的活命，你要到永远？我会随便传你的信息到代代，我上侪嘛看到第3代、第4代，我要传上帝信息到代代。所以那徛伫迄个超越时间甲空间的上帝面前，诗人才有法度在伫圣神的感动下面讲。我捌讲，上帝你的主爱受建立到永远，
你的信息坚固在天里。有一天我要去证实这样代志。敬拜团真爱唱这个歌，大山会刷开，小山会移刷。总是上帝，你应允讲，你的慈爱袂离开阮。你甲阮通过耶稣基督，互阮的平安的约也袂移刷。伊要守住咱迄个平安，是赢过人生最最苦难的平安。伊讲这是人民你的耶和华讲的，上帝互咱的应允。所以伫变化莫测的人生中间，咱有不变的信心。我有这个角度去咧看希伯来书11章遐信心的影响啊，对这亚伯拉罕、摩西、约瑟等等讲到大卫，这信心的影响。伊讲因伫地上像咧做人客，伊甲举头仰望，伊敢若相信、确信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所以我凭着信心，将我的仰望全部来甲趴伫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内底。啊，这个就是亚伯拉罕这信心的伟人，因有一个真确信的目标啦。所以伫世间不管拄着什么款的代志，上帝要引导我去什么所在，我不在乎，我相信我是向着一个固定的目标在迈进。如果到迄天时间，和我伫世间的使命来说，我要进入到我今仔日也经验未到迄个永恒内底。所以这信心的伟人，就是伫世间的时阵，因也无去领受到上帝所应允的这个。咱讲亚伯拉罕到伊过身的时阵，伊嘛也未看到伊的子孙像天边的星、海边的山遐多。伫伊的世代，伊就是安尼来相信、来仰望上帝。所以我希伯来书6章19节，我最爱这句话：将生命的锚趴伫这个石盘的悬顶。咱知影迄个鼎啦吼，大人来讲鼎，咱毋是讨戏人，较毋知影这啊。若大船去到一个港口，伊就爱甲最近咱有一寡海底电缆去互这个鼎甲伊搞歹去，还故意来搞歹去啊。鼎是要互你船卖乌白油的，固定袂飘走迄个。咱副团给真爱唱爱拼才会赢吼。伊讲人生亲像海上的波浪啊，有时起有时落。伊甲伊的人生当作一个命运啦，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总是咱的定，毋是靠家己的打拼，嘛毋是注定，注定的是上帝要救赎咱迄个永远的画面。所以伫变化多端的人生的路途内底，咱毋是随波逐流。我所在要咧跑走，我知影我将来要去什么所在。这是信心上大的一个，将咱生命的锚定根伫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观点。所以这句话吼，那迄个好啊，本来圣经是安尼，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我已经将我永生生命的锚，已经伫这耶稣基督是通过天顶圣殿的幔子吼到内底是安全佮可靠的。咱就知影，咱也对耶稣受定死的时阵，耶路撒冷至圣所迄个隔开人甲上帝中间迄个幔子跳做两边。就是人通过耶稣基督，你就会通马上进到上帝面前去。所以希伯来书一直在强调这个观念。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0节讲，本来你是无路通好来挖近上帝，总是今仔日通过耶稣替咱付罪的代价，互咱会通过耶稣的血，毋若进入至圣所，甚至甲咱开一条各新各活的路，直通到创造主上帝面前，这个场里就是伊的身体。咱后礼拜要守圣餐，就是伫个中间，搁一届来领受，搁一届来确定我领受的，是因为我已经将我活命永活的这个定来趴伫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内底。所以变是咱要进入蛇年，
全年的什么代志，咱拢唔知。川普会对咱发生什么款的影响？变，咱需要变，咱嘛需要变。对希伯来书讲，唔通永远做婴啊！咱爱家追求真理，不管是咱家己读圣经、做礼拜，还是对各种的灵修啊，大家互相个，唔是永远都干那求上帝物质上的祝福，身体健康等等之类。当然对咱来讲真重要，总是更较重要。我有确定、有确信，迄个我活命，永远的活命已经把握着无。所以成长嘛是一个变的过程。罗马书保罗嘛，甲罗马教会讲，是上帝无变化，总是咱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你要定定更新变化家己。今日我拄到这个人很难相处，我要安怎来变化，要安怎来调整，来建立好的关系，佫是下伫上帝旨意的，是上帝善良通欢喜，所以咱爱有所变化。你要真做一个新创作的人，就是你爱放弃一寡旧的上帝无欢喜的这个代志。当上帝要叫亚伯拉罕离开的时阵，是叫伊离开，伊真爽快。我伫南门教会70年啊，我伫遮足爽快的。所以莫甲我变，礼拜时间唔通甲我变。这个圣歌对顶，我想，这个唔是真理啦。是咱会通随着时代的变化。咱即摆有时咱较侪回来，较袂习惯敬拜赞美的方式。所以少年人因真 enjoy 伫迄个敬拜内底，尊重、接纳、学习伫耶稣基督内底，咱的性命对伫物质的。望我伫新的一年的时阵，较减少听家己、听即个世界，较侪来听别人、听上帝、听耶稣基督。我时间要安怎分配？上帝互咱拢共款，我一天会通亲近上帝时间到底是偌济？我会通甲厝内的人有偌济？迄个价值生命都会通有所改变。这改变可能有一寡痛苦，总是这是得到新的祝福，一定要经过过程。对基督徒来讲，耶稣敢若两个命令啦：大改变甲大使命。要尽心、尽性、尽力听上帝，你就听人亲如家己。这个大诫命，第二个你就去传，所以这个对教会来讲，就是永远不变。上帝对教会期待，对你甲我的期待，所以教会是咱操练大改变甲大使命的事。总是今仔日已经进到这个时代，真侪人用网络网红，迄对我来讲，我是真轻松。总是我们用各种方法要把福音传出去，福音策略可以改变。唔是永远袂改变，永远都爱安尼。即马真侪人，你感觉讲直播足方便，足方便。是直播嘛是一个方式。全世界逐所在拢会通看见，教会生活嘛会通改变。所以咱今仔日是不变的，是真心真性来听上帝。所以表现出来方法，你甲我可能无相像。你的祈祷可能是用舌音，还是讲用灵语，还是用其他真大声的祈祷。我是点点啊祈祷，这无差。你服侍的方式无差，但这会通改变。所以2025年，咱教会有一寡改变，咱用承先启后，荣耀再现。咱顶礼拜看，顶礼拜你看见咱教会的这个何会手册内底有足侪活动咧进行。圣歌对伊咧期待讲较少年的这个虽然是四部合音，爱用较侪时间去甲人合，总是出来敢毋是足好听。这少年人，你讲我来试看卖，我来参加圣歌队，互咱圣歌队较年轻化。电脑音控哇，这有各种无共款的温水的人有人做这，有人做迄咱做伙来起做耶稣基督的肢体。最后，我想多这礼拜妇女团契书房节多用这个人的祈祷，咱来用这个人做咱今仔日变甲不变的一个结束。这尼布尔伊是一个美国的神学家，伊真出名的这个祈祷文，我想咱大家拢已经听过。这个祈祷文是做咱今仔日用这个祈祷文来代替咱今日要读的金句。咱就做伙用伊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安尼来讲。
天父，求你使我安静的心，接受我所未当改变的事，使我勇气去改变我所会通改变的，使我智慧会晓分别什么是会当改变，什么是未当改变的。上帝啊，求你教示我，珍惜每一天，享受其中每一个时刻，用苦难做探到平安的路。纪念这是耶稣所想事，并不是我堪得到的。信靠你，幸福你的旨意。安尼，我的确会伫我的一生享受喜乐，将来甲你做伙来承受永生的福乐。阿们。三角来吟圣诗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请起立。请坐，即麦来奉献，请杨嘉欣执事、林祥宇执事来书献。
告解消息。第一点，顶礼拜咱开今年的春季的好会，会员同意接纳旧年的决选，甲通过今年的预算。选出林博化弟兄甲陈培豪弟兄2位检校的委员，感谢上帝恩典甲兄弟姊妹对教会的疼。咱今年年度的主题是承先启后，荣耀再现。经文是以弗所书第3章60到19节，请大家继续为咱所听的教会来祈祷。和会手册有小可错误的所在，伫遮甲大家抱歉。第二点，相连团契今仔日第5楼举行1月份的例会，要补选2位同工，要举行欢送张牧师夫妇的茶会，请相连团契的长辈留落来参加。第三点，即礼拜3是初1，咱有新春的清霞礼拜，礼拜中的圣歌队的赞美要征求友志来参加，欢迎有兴趣来唱圣歌队的志愿的兄弟，你伫个9点40分来教会，9点40分来教会。王怡婷老师要带咱练溪边的水来献诗。第4点，明仔载开始，是1月27甲1月31，办公室休困，若有代志，请直接甲张牧师联络。第5点，拜3的查经班要休2遍，2月12才恢复聚会。因为过年的关系，妇女团契、圣歌队、青年团契甲搬石团契聚会暂停1遍，请兄弟注意。第6点，后礼拜咱有2场的礼拜，拢要领圣餐。若有志愿要受洗跟信礼的兄弟，请甲张牧师知影。因为迄天搁伫咧休困的时阵年假，爱餐暂停1遍，要用地点交易来代替。第7点，张牧师要退休2月初9是伫人门最后一个主日，迄天咱举行联合礼拜，礼拜伫早起10点开始，礼拜中要搁举行张牧师的退休感恩协别会。为着要统计爱餐的份数请兄弟来填即个 Google 表单。Google 表单就是咱扫描即个 QR code 来报名。若是嘛会当甲办公室报名嘛会使。团契消息，少年团北中少年部要伫个2月21要去宜兰甲罗东1日游收费是930块，咱教会补助430块，所以要参加的长辈500块就好啊。你会用迄个陈丽丽姐来报名，报名截止日期是2月初10。带导事项，请大家家己看。我说有敢有要补充？今仔我会周报讲，好的手册有真侪错误咱过年过了，咱会做一个刊物表旧年我的决算是写支出的决算不是收入的决算所以我共写1055万，迄个是支出，应该。咱收入比那个还多，咱去年有存90万做基金所以有一些错误了如果你顶礼拜无摕到这本好的手册，请你看下会记得咱还阁存不止多毋啦教会团结迄落大家人会奉献，后壁阁有通讯录，你若要关心什么人，会通敲电话等等所以无摕到，咱请你自由家己留体爱来关心咱教会这个代志今日真欢喜有足侪这友好的囝儿倒转来，甲陪爸母来过年我看到义文陈义文小姐义文义文看怡心。陈怡欣，哇，拢查某囝。还阁有无？还阁有我需要介绍的人无？我特别来转来。
哈，阮囝顶礼拜有介绍过啊。阮囝伊毋是专工回来，伊上班都出差回家过安尼。查某囝较无共，咱来行平安礼好无？哈。三角来吟圣诗434首，第1节到第2节，主有恩典大慈悲。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因带医治祝福，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这世教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颂。阿门。请坐，别倒避讳。